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释迦金讲法师。今天接下去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仁波切的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翻成中文名就慈悲战胜一切。那这本书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第一章讲的是出离心，那第二章讲的是慈悲，也就是就是现在比较多的内容，主要内容都是跟大家分享修心八颂。那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修心八颂的最后一颂，就是第八颂。那到现在呢，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内容是，就有大家看到荧幕上的，那就是 wisdom， 也就是智慧。Meditation on impermanence， 那就是我们常常要去观修无常。May I remember my Guru's instruction？ 但愿我能够时刻记得上师的教诲，上师的一个指示。When the doctor give up on me, when rituals and pujas no longer work, when friends have given up hope for my life, when anything I do is futile, may I be blessed to remember my Guru's instruction. These words of the great Panchen Lama sum up the total motive and the total reason to practice Dharma. 这个呢，在第一段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了班禅大师的一段话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习佛法。那整个就是很好的总结了我们修习佛法的原因，为什么要去修习的原因。他说这个内容是这样子，他讲当医生们放弃我。当法会和一些仪式都不再有效的时候，就是你不足以去帮我的时候，当我的朋友都已经放弃我的时候，就对我的生命已经放弃的时候，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时候，都是没有用的时候，那请让我紧紧的记得来自上师的指示和教诲。这是班禅大师说的。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and finally in the end, nothing matters except for our Guru's instruction. And what is our Guru's instruction? Our Guru's instruction is to practice Dharma. What exactly is practicing the Dharma? To practice the Dharma is transforming our mind from negative states of afflictions and emotion to positive states as much as we can. 那好，那刚才就是对一些佛法的一个入门者来说，或者是不曾真正的跟着一个上师来修持的一些新人来说，那班禅大师讲的那些话呢，就可能就觉得，大家可能觉得，那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尾声了，医生也已经放弃治疗了，所有的法会都没有办法，已经没有用了。那我的朋友亲戚朋友们都已经放弃我了，那我所做的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了。那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去听上师的教诲？为什么还要紧紧记得上师的教诲？他讲这个什么意思？他讲无论从开始到过程中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上师的教诲来的重要。那上师的教诲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上师的教诲就是叫我们去修持佛法。那修持佛法又是什么呢？修持佛法指的就是转化我们的心，从一个负面的充满烦恼和染污的一种情绪里，转化到正面的。所谓的佛法讲的其实就这些，而上师的教诲就是叫我们去修持佛法。也就是说，上师叫我们去做的东西，就是要让我们从一种负面的一个情绪或者心绪的一种情况呢，转到一个正面的情况。所以从这里头，我相信大家就比较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班禅大师说的这个，他说的话是总结佛法修持。那因为当我们生命来到尾声的时候，当一切都无效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有的就是当我想象，如果我们很严重车祸，全身瘫痪了，或者是中风了，或者是患上就是癌症呢，或者是就是到了生命末期了，所以已经不能动了，或者是就是我们的生活都已经需要人家照顾，医生已经说已经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其实我们还有就是
我们还是有情绪，我们还是有感受。那这时候我发现还能思考。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让自己来的怎么讲更正面积极来的重要，我们就从很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好了。那如果说那时候如果仅仅记得上师教会我们的，那想一想上师教我们什么东西？上师教会我们全部都是如何具体的透过实践，如何去放下，如何不对生活有投射，不对生命或者其他人有一些错误的一种期待或者期望，或者是先入为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即使在日常晴日的生活中呢，它都能够带给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心情变得更稳定，更快乐。那更何况是在死亡将至的时候，所以其实人怎么说呢？就我们修持佛法，其实就为了就是为了那一刻，整个来说，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绪能够透过实修呢。从一种负面的一种状况转到一个正面的一个情况。Death is very near. Death is very soon. Life, time, energy is going by so fast and passing by so fast. It's almost unaccountable. But it's a time passing by, with Dharma or without Dharma. And when I say that, we must look even deeper. When I say with or without Dharma, it means with transformation 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那其实大家就觉得干嘛佛教总是这样死亡啊。其实等下我们再继续再讨论一下死亡。但是这里呢说死亡其实已经很靠近了，但是非常非常快就会到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很快的就是稍纵即逝。那其实几乎是在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或者算不到的情况下，它就已经消逝了。那在这样子情况下，我们的日子是过的，是在有佛法或者没有佛法的情况下度过的。我们的时间是在有佛法或者是没有佛法的情况下，来就是怎么讲是消逝的。他说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进一步去看。当我们说有佛法或者是没有佛法，其实真正要讲的呢，它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念诵经咒啊，或者是每天做祈愿，或者是其他的，不是那些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你是不是有了心识上的转化？你是有心识上的转化，还是没有心识上的转化？这就是有没有佛法的一个意思。If you are stuck on mantras, ritual prayers, if you are stuck on meditations, teachings, retreat, if you are stuck on visiting holy places, yet the mind never ever changes, we have to examine why. We have to ask why. We have to check why. We have to check why and we have to check it immediately. We must not delay and we must not be comfortable that we are not changing and transforming. This is very important. 那在这一段他就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都就花时间就是在念诵经咒啦，做仪轨啦，修一些祈愿文嘛。如果你常常就是花时间在做一些禅修，常常到处去上课或者做闭关，那如果常常就是一直到处去朝圣，但是我们的心却一点都没改变的话呢，那我们是时候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了。我们必须检视自己了，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检视呢？我们必须去检视它背后的原因，而且我们必须立刻就去搞清楚为什么这样。我们不应该再拖延，我们不应该就是怎么说呢？就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不应该对自己的没有改变或者自己的持续的一种持续的一种舒适，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没有问题，那这是非常重要的。We should practice the Dharma in order to become a fully enlightened being, to be of utmost benefit to others and ourselves. You will continuously create positive actions if you are free of 8 worldly concerns and remember death at all times. But if you don't remember death, you will constantly create more negative karma and become more unsuitable for liberation. At the time of death, you will feel intense regret at having wasted your precious opportunity. 为了证悟，就是完满的一个证悟呢，我们必须要修持佛法。
为了要能够最好的就是充分的去理会他人和自己呢，我们要修持佛法。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免于世间八法的一个污染的话，那我们时常记得死亡的话，那我们将会不断的做一些正确的一些正面的事情。那如果你不记得，你不忘，其实你对死亡不在乎，就是你的观念里没有死亡，或者你不记得死亡，你不懂得念死的话呢，你就会不断的就长期就继续制造恶业下去，而且呢，这样子的话，你就并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解脱。那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后悔，自己已经错失了珍贵的机会。Death is certain. No power in the universe can stop your death. Every person that has been born has died. Even the Buddha himself had to die. Within 80 years' time, every single person in this room will be dead. So what will matter at that time? That is completely uncertain, blindly, ignorantly, and delusionally, and out of great conditioning, we make plans, but actually there are no plans to make because the plans are not in our hand. 死亡呢是必然的。那这个宇宙间呢，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死亡的发生。每一个生出来的人都要面临死亡，即使是佛陀本身也必须死亡。那在80年内，就是在这一个室内的每一个人都会死了，这是仁波切针对当时的弟子们说的。他讲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这一切不确定的、完全不确定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盲目的、无知的、充满就是一种妄念的，或者是就是基于各种各样的一种条件，我们常常去做出各种各样的计划，但实际上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做的。因为这些计划其实也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Secret mountains and caves, forests, huge skyscrapers and forts, and bulletproof glass cannot protect us from death. There is nowhere to hide. 不管是就是山啊、深山或者是山洞啦、森林里啦、高楼大厦啦、山峰啦，或者是防弹的玻璃啦，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阻止我们死亡，能够避免我们的死亡，我们其实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的。From the time we are born, from the moment we spring from our kind mothers, we are racing towards death. It is like a bullet train that never stops. There are no stops. There is only a destination. Every breath is getting closer to death. Some people avoid this subject and avoid the truth, thinking that by not facing it, it will not happen.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从我们从母亲的就是怀里、肚子里产出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冲向死亡。他说，这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止的一个子弹火车一样，没有一个站，只有一个目标。我们每一个呼吸都把我们带向死亡，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接近死亡。那有些人完全去避开不谈针对这个话题，不想去面对这个真理，这个真相。他们以为呢，我们不去面对的话呢，死亡就不会发生。Imagine, out of the 70 years that we are basically alive, half of it we spend sleeping. The other half is spent working, eating, quarreling, shopping, traveling, and watching television. Very little time is spent on Dharma, and even the very little time that we spend on Dharma, is it really Dharma? That's how rare and precious Dharma is. 那你想象看，我们就假设我们活70年的话，那在这70年中呢，有一半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那另外的一半呢，我们就可能是在工作，
或者在吃饭、吃东西，忙着跟人家吵架，忙着逛街购物，忙着旅行，忙着看电视。那我们其实只将很少的时间耗在佛法上。那即便是那么少的时间，就是在佛法上所耗费这么短的时间，那么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在我们所做的，我们以为的佛法，是不是真的佛法？那还是个问题。所以可从由此可见呢，佛法是如此的罕见和珍贵。When we are young, we put off our Dharma practice until we are stable in life and we have sound wealth. When we are middle-aged, we get distracted. Every week it is signing another contract, and after that one, I will practice the Dharma. When we get older, we look back and regret the practices that we could have done and did not. 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把佛法修持呢就搁在一边，就做等到我们生命比较稳定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比较有钱的时候才开始来修行。那到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变得分心了。每个星期呢，就是不断的就仿佛在签下一个合约似的，就是说，做完这一个我就开始修持了。那这样子不断的下去呢，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就会后悔说，我们已经花费太多时间了，应该修的，其实却没有去修到。Age is no guarantee. Children or young people often die before older people. Health is no guarantee. Healthy people die before sick people. The very things that are meant to keep us alive can become conditions that actually kill us, such as food, housing, medicine. In general, huge trees, forests, and mountains all can be destroyed, and they are so strong and big and solid. And our bodies are so fragile. Near and dear ones give rise to attachment and pain. No one can share our experience of that. 他说，岁数本身并不是任何保障。年轻的就是小孩子或年轻人呢，常常会比老年人死得更早。他讲健康也不是保障，健康的人呢，往往会比患病的人死得更早。甚至那些实际上应该保护我们，让我们继续生存下去的东西呢，有些时候也变成了杀害我们的工具，就成为杀害我们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工具。那比如说食物啦、物质啦、药物啦，这些都是原本是应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呢，它就变成杀死我们的一个它就成为杀死我们的工具了。所以整体上来说，大树啦、森林啦、山啦，全部都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们看起来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坚固。那反观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那说的其实就是像大树啦、像深山的这样子，看起来如此坚固、如此强大、如此不可摧毁的东西呢，都那么容易的被摧毁，那何况是我们这么脆弱的身体呢？当死亡将到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亲近的人，我们是在乎的人，其实并不能帮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它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执着和痛苦。没有人能够就跟我们分担我们的一种濒死的一种经验。If you remember that, your Dharma practice becomes pure. Your Dharma actions become powerful and effective, beneficial in the beginning, beneficial in the middle, and beneficial at the end. And in the hour of death, you will go with satisfaction, knowing you have spent your life meaningfully. You should be more worried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after death than before death. 那如果你常常念死的话，你常常把死亡记在心里的话，那你的佛法修持呢，就会变得纯正了。那在你的佛法
的动作行为呢，就会变得有效和强大。从开始到中间到结束呢，都是能够带来意义的。而到了死亡的那一刻呢，你会觉得心安，知道自己就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生。其实事实上，我们应该担心死后要发生的一切，而不是死前发生的一切。When doctors give up on me, when rituals no longer work, when friends have given up hope on my life, when anything I do is futile, may I be blessed to remember my Guru's instruction. How incredibly deep. 那在这里呢，仁波切重新再引用观禅大师的那一段话，就是说，当医生们医者都已经放弃我的时候，对我已经放弃的时候，当所有的仪式仪轨都不再有效的时候，当我的朋友都对我的就是对我的生命感到无望的时候，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时候，那请让我记得我上师的教诲。那仁波切说，这是多么意义深广的一句话。So when we attend Dharma talks, read this book now, or do any Dharma activities, however minor, we should develop good motivation and constantly propel ourselves to be free of worldly concerns, contemplating on death and impermanence, as I have described just now. And afterward, do not go back to your old ways, do not go back to your old habits, do not think that this monk is a great actor, he was a great joker, he made us laugh. When is the next show? 好，所以当我们参加佛法开示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阅读这一本书，或者在做任何佛法活动的时候，不管那是多么小的一些佛法行为或者活动，我们时常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好的一个动机，而且要常常就要让我们常常记得不要有不受世间八法的污染。那我们常常要去观想着死亡和无常。那就之后呢，不要回到你自己的老方式，不要回到你自己的老习惯，也不要去想说这个出家人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啊，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很会搞笑的一个人，他让大家都笑了。那下一个演出什么时候？仁波切讲这个时候，其实这是针对当时的一个开示现场，那就是因为仁波切在开示的时候，常常都会让大家为了避免大家打瞌睡，那他总会在一些很严肃正经的教诲之间呢穿插一些幽默的一些谈话。所以仁波切说，当接下去你们就是回去的时候，你们不要回到老方式去，不要回到自己的老习惯去，也不要想说，这个出家人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啊，那么他的下一个演出什么时候？那如果这样想的话呢，那就错了。We must contemplate, we must remain silent and not go back to our old ways, not start gossiping, not start talking. We should not start putting other people down, getting angry, fighting. We should practice it immediately. We should take courage and make a difference and practice it immediately. Not let it degenerate, but let it excel and grow. 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去观修这件事情，观想去冥想这件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不回到自己的旧方式。我们不要在就是佛法活动过后，或者是佛法开示过后，一结束过就开始就去说三道四的，或者也不要开口说话。我们应该停止去贬低别人，我们应该停止去常常生气，或者是跟人家争辩、争吵。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去这样子来实修。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去改变，要立刻就去实修它，不要让它退步，而是要进步和成长。接下去这一段呢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些文字。This human form endowed with freedom, more valuable than a wish-granting gem, obtained only this once, is difficult to acquire, is easily lost, passing like a flash of lightning in the sky.
Remembering this and understanding that all worldly activities are like hearts at all times, day and night, we must 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its essential significance. I, a yogi, have practiced in this way. You, O liberation seekers, should do likewise. J. Tsongkhapa urges us, may his kindness be our guide. 那这个呢，说的是宗喀巴大师的，就是所说过的。他说，这是一些人们的中文翻译，我在这里念一念。侠身胜过如意宝，唯有今生始获得。难得意事如空殿，思以则觉世间事。众劳无益如阳康，故应昼夜取坚实。自尊恩师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那这一个呢，是来自宗喀巴大师从掌中解脱这里摘下来的一个翻译。他说这个侠身胜过如意宝，就是说我们的侠满人生就是很难得、很珍贵的这个就是侠满人生其实有很多，有时还有蛮长的一个篇幅的解释。那反正就是我们这些很珍贵的一个无暇的一个身体呢，它其实能够比如意宝呢都来得更加珍贵、更加重要的。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意宝能够给我们很多，能够满足我们很多的心愿，能够满足我们各种物质上的要求、食物上的要求等。但是它其实却不能够让我们摆脱这个轮回，得到正悟。所以这个侠身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侠满人生呢，却有这样子的能力。如果我们修行得当的话，我们侠满人生却能够让我们得到正悟。所以这个侠身呢，其实是比如意宝来的珍贵的，唯有今生始获得。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人生呢，只有今生才有。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前世或者来世，并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就这么宝贵的人生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当你这一刻拥有它的时候，那就是这一刻你完全无法去掌握，你不知道你的前世是不是什么，你无法控制你的来世是什么。所以只有这一刻才能，就你将来是不是能够投身为人，也完全看你这一刻，你每一时每一刻也是怎么在生活的，是怎么在过的。所以呢，每一刻的一个改变都可能改变下一刻的一个果。所以他讲这宝贵的一个人生呢，只有今生才有，也就是很珍贵的意思，非常非常非常难得。难得意事如空殿，思以则觉世间事。他讲这样子的一个宝贵人生，它非常非常难得，但是它的消逝呢，却像空中的闪电般的快速。那我们都知道，闪电其实就是几秒钟间的事情。他讲这个宝贵人生，其实在整个我们的轮回里呢，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很难才得到，但是眨个眼就不见了，就像闪电那么快。那思以则觉世间事，众劳无益如阳康。那故应昼夜取坚实。那当我们认真我们去思考，就是之后呢，我们就会突然间觉悟到世间万物呢，一切都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有的世俗的活动，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好像就是阳康那么样，是没有半点好处的。所以我们应该呢，任何时候呢，就是昼夜之间呢，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去善用这个宝贵人生。他说：“自尊恩师如是修，欲解脱者如是行。”宗喀巴大师在这里说，他讲我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英文的意思，这里是我作为一个上师，作为一个瑜伽士。我是这样子来修持的。那你作为一个想要追求解脱的人，那你也应该这样子来跟着做。宗喀巴大师是如此来敦促我们的。那希望愿他的善，愿他的慈悲成为我们的指引。那这一个是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May we gain bodhicitta and realizations of emptiness, and by that may we gain full enlightenment. And when we gain full enlightenment, we don't run to Amitabha heaven, get on a nice straight couch and relax and sleep and just be free and happy, but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to serve sentient beings until the end of time. Until the last sentient beings is finished with suffering, may I continue to take birth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o benefit others. Please pray like that, and the power will come. 仁波切说呢，他就到这是已经到了尾声了。他讲刚才那些呢，其实他讲就是佛陀的教诲。那来到这里呢，这是一个就是每天我们要祈愿的一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能够证得菩提心，并觉悟空性。那透过证的菩提心和觉悟空性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完整圆满的一个证悟。而当我们已经证得圆满证悟的时候，我们不冲向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天堂，也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不往这个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去，然后就找一个舒服的沙发就休息或者睡觉，就这样子来享乐。他讲，当我们都终于得到证得这种境界的时候，证到这种境界了，我们其实应该不断的回来去为众生服务，直到怎么讲呢？直到众生再没有众生在轮回中的那一天。他讲，直到最后一个众生在解脱之前，直至在他们解脱之前，祈愿我能够不断的投生回来，不断的去造福他人。如果切说呢，如果你每天都以这样子的发心来做任何事情的话，来修持佛法的话呢，那个力量呢就会逐渐的累积，你会就是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这个呢就是第三章的结束了。第三章讲的是智慧，接下去后面的一个其实是一些附注。那最后这个附注有短短的几页，就2页。看有机会的话，我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是自他相换，这是一个修行的法门。那仁波切在这一个书的尾声就用了2页短的一个，就跟大家介绍自他相换。其实内容其实如果你在听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内容，它的大意跟我们之前在修行八颂的解释的时候，其实是有类似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那我们明天可能就跟大家再进一步去分享这个内容，然后再做一个总结。好，那这个修心八颂的这本书呢 ，Compassion Conquers All 的就其实我们的分享到这里应该算是最后一次，或者是下一个可能是最后一次。那总结一下，明天会做一个总结。现在是第3章，就是第2章是慈悲呢，第3章呢就是智慧。那智慧已经也就分享完毕了。那这个智慧呢，其实我们在快速的做一个小章节的一个总结。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仁波切就说我们常常去关系无常，常常关系死亡，而是要常常记得上师的一个教诲。他讲，其实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到了尾声，当医生已经放弃治疗，当亲友们都已经放弃希望，当我们自己本身做什么都徒劳无功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记得上师的教诲。他讲为什么那么重要？这是班禅大师说的。那大家都知道班禅大师是什么人。那班禅大师说这个，他讲其实这就是佛法的一个总结，这就是我们去修持佛法的一个目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为什么要修持佛法？讲的是佛法是什么？什么是修持佛法？那真正的修持佛法讲的其实不是其他的，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些到寺院去朝圣啊，或者去念这种很伟大、很神圣的经咒了，也不是到处去接受灌顶了，不是各种各样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真正的所谓的修持佛法呢，讲的就是改变自己或者转化自己的内心，从一种负面的一种心识情况转到正面的。
那所以死亡死亡是必然的，而且死亡是非常靠近的。怎么这样说呢？我想，其实每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从出生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的唯一方向就是死亡，没有其他的了。那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呢，这死亡是怎么来的？死亡是一步一步逼近的。我们每一个呼吸都让我们更进一步的靠近死亡。所以就是那这样子情况下呢，我们要在怎么样的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的一步一步走进死亡？是在有佛法的情况下，还是没有佛法的情况下？当然不切说，他当然说是佛法还是没有佛法，其实在讲的是有转化或者没有转化的情况下，你要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面对死亡？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你长期在进行禅修，长期阅读佛法书籍，长期去参加闭关，长期去出席开示，种种的，或者接受许多灌顶，那经过了很多年依然发现自己的心识没有转化的话，那其实你就要去检查为什么了，要立刻就检查为什么，而不应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问题，这是很重要。我讲，因为我们其实修持佛法呢，我们其实是为了要得到正悟，那得到正悟呢，就是我能够去造福自己和他人。那得到作为正悟之后，其实要朝往正悟的过程呢，其实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记得，要常常记得，要常常把就是所做的每一个行为和动作呢，我们常常要检查是免于世间八法的污染的，常常要检查这个，而且常常要记得死亡。如果说为什么常常记得死亡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忘记了死亡，我们不记得死亡的话，那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可能呢，就可能是会因为这个怎么说，忘记了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就就会对事情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种执着，而这些就是制造就是恶业的一个根源，所以会因为这样子，我们不断的去制造恶业，而且就这样子会更加一步一步的远离真正的一个降悟解脱。那死亡是必然的。那世界上的任何就是宇宙间的所有的一切力量，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护法，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死亡的发生。那这样，过去每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包括释迦牟尼佛本身，他也是这样。那想，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还在盲目的在做些什么东西？每天盲目的、无知的、充满妄念的、充满烦恼的，以自己的方式去做许多计划。那其实有什么计划可以做呢？其实，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那其实，而且死亡要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护我们，高山不能，山洞不能，防弹衣不能，其实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而且来讲，死亡呢，就是它的速度呢，就好像一个就是很快的一个子弹火车这样子，是没有中转站，没有停站的。从一出世呢，它就是不断的往前去，唯一的目标就是我们人生嘛，一出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死亡，那就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子弹火车。而且呢，还要去想一下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常常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得过且过，也不愿意去想。而且大家做，我们就跟着做，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其实你真正做一个计算的话，你去想一想，就算我们有70年的寿命好了，那每一天呢，我们花上一半的时间在睡觉，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生呢，我们会花上一半的时间在睡觉。那在一半扣除了这一半的睡眠时间，我们剩下的一半时间，那一半时间我们来做什么东西呢？那小时候可能我们拿来念书啦，拿来玩乐啦，吃东西啦，那到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忙着自己的事业啦，忙着奋斗啦，忙着找男女朋友啦，忙着结婚啦、生孩子啦之类的。那中年呢，可能也是忙着赚钱啦，忙着不断的去累积自己的财富和声誉啦，或者是比较无求的人，可能就忙着去逛街啦。旅行啦，或者看电视啦，喝咖啡啦等等的，那这样子就差不多另一半的时间也过去了。那我们真正花在佛法上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那即便就是再短都好，如果是真正的那还好。那其实我们这么短的耗费在用在佛法上的时间，
在那段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在做的，我们在学的，我们在修的，到底是不是佛法？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佛法是多么的一个珍贵。而且我们常常就是很自然的就在拖延。年轻人呢，小的时候就说可能我们生活还不稳定啦，没有办法经济独立啦，还要考试啦，所以就把佛法搁一边。那年轻的时候就拼命往上冲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善呢，我们也把佛法搁一边。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有太多的，我们有太多的负担了，来自家庭的负担呢，房屋的负担呢，车子的负担呢，各种各样的负担呢，让我们常常分心。而且，所以我们每天呢，每个月了，每一天了，或者是每个星期呢，都仿佛在不断的在签下另一个新的合同，就不断的说啊，明天开始，或者说等一切都稳定下来才开始。那这样子的一天拖一天的话呢，到死亡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那是一回事。那这样子这样子的一种拖延，其实即使不是一个突发的死亡，给你拖到你老年去的时候，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就会后悔说，我怎么以前都不好好修？你会后悔说，这些时候你都怎么讲？你都在无所事事，都白浪费了这样子的机会了。而且说到年龄来讲，年龄也不是一个什么保证，也不是什么保障。那很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早去世，那也很多健康也不是保障，很多健康的也比不健康的人来死得更早。所以甚至是我们靠它来继续存活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杀人这个武器，比如说食物或者是房屋。当一个就食物原本是要维持我们生命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如果说是那个食物是有毒的，或者是能够让我们过敏的，那可能分分钟就会夺掉我们的生命。那比如说房子的话，那如果说那个房子突然间倒塌的话，那我们可能那原本应该保护我们的房子也成杀了我们的武器。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保证的。那如果说我们常常记得死亡的话呢，我们的佛法修持呢就变得很纯正，我们的所有的佛法动作行为呢就变得有效。那这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能够带来利益的。那如果我们常常都这样做，每一天都这样过的话呢，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的心是安的，我们会得到满足。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辈子都是过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就是去顾虑到死后所要发生的，而不是死前所发生的。所以水仁波切就特别强调，就班禅大师说了，死亡来临的时候，全世界都已经放弃我们的时候，请希望我们还紧紧的记得上师的教诲。所以仁波切说，我们必须常常去记得这些教诲，然后所学的不要把所学的就在怎么说呢，在读了这本书，听了这个教诲，或者是参加佛法开示之后就丢在一边了，而是应该不断的去实修它，不断的实修，不让它往后退，反而应该是不断的进步。那在后来呢，就引用了宗喀巴大师的就是在菩提道次第里的一段话，就是说生命是像梦幻的泡影这样，而且是稍纵即逝的。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善用这个宝贵人生。那如果说那些至尊的大师们都这样子来做的话，那些已经有了修行成果的大师们都这样做的话，那作为一个追求解脱的人，我们其实更应该那么做。然后直到最后的时候，仁波切就给了我们就是一个发心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建议。他讲就是希望我们的发心呢是让自己能够得到证悟，能够得正的菩提心和空性智慧，并由此得到一个圆满证悟。而当我们证悟的时候，我们的发心呢并不是到天堂或者净土享乐，而是发愿不断的回来，直到最后一个众生也从轮回中解脱为止。那应该以这样子的动机来修行。这个就整个修心八颂呢，就是说整本书的内容呢，3个章节都已经分享完毕。接下去其实我还没有决定，这可能会就是可能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在最后的这个附录，自他相换。好，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分享。现在是回向。
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说是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其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心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